千祈唔好喺垃圾堆裏面證明自己啊！因為努力嘅意義從來都唔係為咗令你鶴立雞群，而係成為咗鶴之後遠走高飛，離開雞群。如果你明白呢個道理，咁你就要時刻提醒自己，你冇乜嘢需要同佢哋證明嘅，因為底層社會睇到嘅資源就只有眼前嗰啲。佢哋好肯定咁認為，如果你攞走咗咧，佢哋就冇噶啦；如果你發咗達咧，佢哋就發唔到噶啦。所以如果俾佢哋發現你比佢哋優秀嘅時候，第一時間諗嘅絕對唔係超過你，而係摧毀你。能夠容忍其他人嘅偉大，但就接受唔到身邊人嘅得意。所以話底層冇貴人，底層冇社交。你要做嘅就係專注自己嘅目標同埋成長，將自己養到肥肥白白，好到任何人都要稱下自己幾斤幾兩，先至敢嚟靠近你。呢啲唔係高傲啊，而係清醒，因為你要做嘅係穿過呢一片沼澤地，而唔係對付每一條鱷魚啊！